咁嚟到第23題，直接講重點啦，就有條直線，咁有分呢，入邊係 interior 係 exterior 嘅4倍，咁即係5個 E 就係180度，咁所以呢，1個 E 係36度。如果你知道出邊嗰隻叫36度，咁佢出邊總共係360度噶嘛，你除翻36度，你會計到條邊係10。如果你知道佢係10呢，你就會知呢兩個啱嘅。逢親多邊形幾多條邊就有幾多條對稱軸，咁10嘅話就啱啦。呢兩個啱，答案 D。咁但係解釋多少少啦，即係佢呢個對角線點揾啦？對角線就係用 n 減2，即係NC2減走 n。咁原因就係因為譬如你有10點啦，咁你10點減2點嘅話，咪有45條線嘅。咁你45條線減走有本身10條線係最出邊嘅，咁等於35，就係咁。